今日講下穿 Prada 的惡魔二。咁呢套電影之前我喺年度期待電影入邊有提過嘅，我個人係好中意第一集，第一集可以講係職場教科書啦，所以第二集呢，我一路都好期待嘅。咁睇完之後只能夠講係失望，我個人就俾5分啦。先回答大家最關心嘅問題，有冇辱華？有，只不過我認為咧，呢個只係呢套戲最細嘅問題，即係如果你睇呢條片淨係關心呢一個嘅話呢，你可以直接睇呢條片最後嗰2分鐘。咁當然啦，呢套戲我覺得仲係有一定嘅價值嘅。咁就係如果你將第一集同第二集連埋一齊睇呢，你能夠明顯見到呢20年嘅變化，都係一種結合現實嘅變化。最肉眼可見嘅就係呢個第二集更加多元化啦，膚色啊、身形啊都更加多元化啦。感覺個選角就係一套電影版嘅聲名特工。呢一集梅姨門口坐住個肥仔，即係如果你有印象，第一集光頭叔仲提過 Andy 做時尚呢一行係絕對唔可以食太肥噶。咁你睇呢一集呢，係完全冇咗呢回事噶啦。你睇 Andy 身邊嘅朋友都變得更加多元化啦，有黑人肥妹啊，有跨性別啊，男閨蜜都係一個肥仔啊。就係呢套戲嘅配角嘅選角特別 DEI， 但我個人冇咁反感嘅，因為我覺得呢，時尚就應該多元化嘅，時尚唔應該只為最白、最瘦、最靚嘅人服務嘅，而係唔同外形嘅人都能夠透過時尚展現佢哋嘅魅力。但呢套戲呢，只係用咗呢班多元化嘅演員，主創係冇諗過將呢一班演員執得靚仔少少發揮佢哋嘅魅力，就純粹用咗呢班演員證明我哋呢套戲係多元化嘅。咁呢個都好符合我對左膠嘅刻板印象，就係虛偽。但呢一 part 唔係講缺點，我講翻個變化。咁呢一種多元化嘅因素呢，都表現喺開會嗰陣時，好似梅姨咁位高權重嘅高管喺開會時都要注意個言辭。我唔理個主創佢嘅用意係乜嘢，但呢一 part 呢，確實都係表現出 DEI 喺各大企業嘅存在感。另外一個變化就係紙媒嘅衰落。20年前雜誌確實係大眾嘅主流媒體，嗰陣時大眾更加信賴權威，時尚雜誌就係讀者嘅潮流風向標。所以嗰個年代做內容係有極高嘅要求，因為內卷嘛，大家都喺度令個內容更加精品化。而到咗如今，一切都係網絡主宰，紙媒基本上冇人睇啦，大家都係上網望2眼就碌去下一個 post， 所以內容越嚟越敷衍，只求快。因為網絡時代信息嚴重過剩，讀者嘅注意力好快就會俾下一個內容吸引嘅，所以大家都要求快，最快出現喺讀者眼前。亦都因此當年可以2個禮拜去拍攝最精緻嘅作品，到如今拍2日已經算多啦。呢個就係信息時代嘅變化。咁女主角 Andy 佢寫咗一篇非常優秀嘅道歉文，都獲得好好嘅 comment， 但就係冇傳播率。呢個都係呢個時代大家都唔中意睇文章。你睇乜嘢可以吸引到讀者劉玉玲嘅專訪，因為呢個夠爆，有話題性。呢20年大眾嘅審美發生咗巨大嘅變化。然後就係第3個最大嘅變化，就係全球經濟衰落。電影一開場就係一班拎記者獎嘅記者被炒咗，資本呢已經無法支撐呢個媒體環境啦。有諗法有內容嘅創作者被淘汰咗。講到尾就係好嘅專題同內容係需要大量嘅時間去搜集資料嘅，咁呢個唔符合如今嘅經濟效益啦。然後 Andy 又翻到去 Runway， 好唔容易做出咗啲成績啦，結果大老細一過身，個仔一上任就嫌個部門太臃腫，要裁部門，連梅姨都要面臨裁員危機搭飛機只能夠坐經濟艙。咁呢個係一個無可奈何嘅處境。而呢套戲諷刺嘅財富擁有者係咩人係一心想賣公司，冇一啲情懷嘅富二代。另外一個係 Emily 條仔貝索斯同馬斯克嘅結合，就係一個典型嘅 New Money， 要將一切 AI 化、數據化，咁掌握財富嘅都係呢啲人，所以呢個世界先變成咁。至於劉玉玲嘅問題等陣間先講。總而言之咧，呢套戲我覺得唯一嘅價值就係側面地反映咗呢個時代嘅變化。跟住落嚟我就講下個問題。首先 Andy 呢個角色我係無法想象一個人點可以20年過去啦，可以一啲成長同變化都冇，處事方式仍然似個新人。你就算解釋 Andy 20年冇接觸過時尚界，但一個人嘅閱歷同埋思考問題嘅方式20年尤其佢仲喺先鋒報做咗咁多年記者，點可能處事方式同20年都係一樣嘅呢？講到尾就係編劇偷懶咯，因為你要寫一個有閱歷嘅記者同梅姨一齊解決工作嘅難題，同時又唔能夠太搶梅姨個風頭，呢個係難寫嘅，所以就直接照20年前嘅人
切再嚟多次咯。其次就係唔知呢班編劇啊係咪太耐冇經歷職場啊？呢一集嘅職場呢係寫得好離地嘅。嗱，首先以梅姨嘅性格係冇可能會坐經濟艙嘅，即係佢哋呢個 level 嘅主管係寧願自己出錢都要坐翻頭等艙。咁呢個只係小情節，我都算啦。呢套戲俾 Andy set 咗嘅第一個大難關就係佢要約阿劉玉玲去做專訪。咁前面仲專登提到劉玉玲係冇人能夠約到嘅，正常呢度係展現你工作能力以及你嘅處事智慧嘅。結果佢就係拎到對方電話 send 咗10幾條信息就約成功啦。喂，咁呢個劉玉玲都唔係佢哋講嘅咁難約啫，一切都太簡單，太順理成章啦。咁最後就自己兜翻下，劉玉玲本身就欣賞佢哋公司嘅。咁你睇呢個看似係阻滯，根本都唔算係咩阻滯啫。你知唔知呢個係咩套路啊？係爽劇套路啊，係嗰啲大陸短劇最中意用嘅套路啊。估唔到荷里活都中意睇大陸短劇啊。所以點解話大陸短劇係如今最成功嘅文化輸出呢？劉玉玲呢個角色前面登場就一場戲，訪問時講咗幾句不被定義嘅女性，就草草咁結束啦。所以你睇後邊公司出現大危機，點樣解決呢個危機？一諗定係劉玉玲出手，唔係我幾識編劇啊，係我太熟悉呢班左膠編劇嘅思維啦。劉玉玲冇可能只出現一場戲就不明不白咁結束嘅，最後肯定要嚟翻 part Girl Hell Girl， 因為難嘅都係二世祖啊、馬斯克啊呢種咁嘅垃圾富豪，拯救媒體行業嘅肯定係劉玉玲呢啲咁諗偉大嘅女性啦。你睇最後又係宣揚女性獨立，而且劉玉玲出手相助，似唔似短劇入邊呢？主角遇到挫折，一諗定會天降神兵有個上市公司嘅 CEO 突然間相助，呢個簡直係中西合璧啦，中美關係就靠呢套戲嚟緩和啦。咁講笑啦，所以我覺得劉玉玲呢個角色係純粹嘅工具人。Andy 需要表現自己嘅能力，就安排佢登場。最後 Runway 公司出現裁員危機，又安排佢出現，將成個公司都收購咗。呢幾個編劇喺寫劇本嗰陣時應該冇靈感，就去睇下大陸嘅短劇，所以成個故事我嘅觀感係比較差嘅。最後講翻下嗰個辱華問題，其實嗰個華裔女仔嘅戲份呢，真係唔算多。我哋唔評價個女仔嘅外貌，只講個人設。呢個人設係非常刻板印象嘅，學霸人設，唔識打扮又比較自卑，就係傳統荷里活經典嘅亞裔形象。你係難怪中國、日本、韓國都喺度抗議嘅。至於佢嗰個名，你如果話唔算歧視，咁就有啲自欺欺人啊。我知喺網上好多港台嘅朋友會覺得呢個名呢係諷刺大陸人噶嘛，或者講大陸人越反對佢哋就越支持。我只想講唔好咁撚戇鳩啦，人哋歧視你仲會分你係大陸人、香港人定係台灣人咩？喺嗰啲外國人眼中，中國又好，韓國又好，本都好，冚唪唥一鳩樣嘅，當然係平等地歧視你哋每一個人啦。咁呢個呢都幾符合左派嘅多元平等理念嘅，所以日韓嘅網友反應先咁撚大啊嘛。你當然可以覺得冇問題噶，你唔覺得呢個名係歧視噶？有啲黑人都覺得白人講 N-word 係冇所謂嘅。或者我咁樣打個比喻啦，依家有一套戲其中有一個小配角係個黑人，佢呢喺黑人街區長大嘅，自細呢就懟草打劫坐監條女一有咗就消失啦。但係呢個黑人角色係主角陣營嘅，係一個完全正面嘅角色，只不過佢個名叫 Nika。呢個唔係 N-word 喎，呢個名係致敬海賊王嘅喎。你覺得荷里活有冇非黑人編劇夠膽咁樣寫一個黑人角色啊？如果有人夠薑咁樣寫，我絕對覺得青蔥係冇問題嘅。順便講下，其實呢個名呢個人設都唔係最捻過分嘅，最過分嘅係主創嘅反應，就係冇反應。如果今天冒犯到嘅係黑人，一班黑人喺網上抗議，我夠膽保證，前一晚網上有人討論，第二日朝早梅姨、Annie 同埋導演一齊公開道歉，會宣布推遲上映，重新修改。呢班電影嘅主創加埋主演係荷里活最左膠嘅嗰批人。你睇電影中嘅 DEI 元素有幾濃就知啦。但中國、日本、韓國喺網上嘈撚咗1個月有人出嚟回應咩？因為佢哋根本就 fucking care 亞裔嘅諗法。你哋荷里活可以因為一個跨性別議題，幾個主演向一手捧紅佢哋嘅原作者公開反面，亦都可以因為一個知名侏儒演員嘅反對聲音，白雪公主就直接取消咗侏儒演員嘅選角，搞到成班侏儒演員冇公開。依家中日韓咁多人反對，有人重視過咩？呢個就係點解呢幾年我堅決反對 DEI，因為眾所周知 DEI
不包括亞裔。